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的潭子，有一家口3个人一氧化碳中毒，讲洗身躯洗好了后，出现着头晕甲吐的症状。当时这个爸爸甲查囝已经无法度讲话，妈妈发现状况不对，赶紧来敲119。消防队赶到场，3个人虽然是意识清楚，但是讲话已经哩哩落落，赶紧送病院，救回一条命。消防人员入去厝来检查，发现这家人使用的是雅士热水器，是属于厝外型，但是煞安装伫个有窗仔门的阳台。消防人员研判，应该是窗仔门无拍开，加上阳台有晒衫裤，通风不良，才致使着大量的一氧化碳飘入去厝内，发生着中毒的意外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